在江湖上逐渐失传的点心，大多有这么2个特点：材料廉价，工序复杂。对于经营者来说，是性价比不高的选择。随着我越来越大，现在做的东西好像在市场上面越来越不见了，消失了。说到这儿，蜂巢玉饺有话要讲。5個，係啊，有有啊，他这里的做得很不错的。依旧是最简单的材料，要想炸出飘逸的蜂巢，需要在油温、淀粉和猪油之间的相互制约中找到平衡。这个比例很奇怪的哦，要看温度的哦。天气冷的时候放少一点，天气热的时候放多一点。温度不好，炸出来的不一样。这是只有怀旧狂人才会选择的自虐型出品。